早晨，嚟到返工時間啦，一齊睇下出面嘅交通情況。先睇下新界出九龍嘅行車時間。大路新隧道公路近石門去九龍東、九龍中同埋九龍西都係交通繁忙，要10至15分鐘。轉睇九龍過港島方面，干諾道南行線近住九龍醫院，行西隧、紅隧同埋東隧過海都交通正常，要7至17分鐘。轉睇下漆咸道東南行線近住佛光街遊樂場，行西隧同埋紅隧過海都交通正常，分別要8同5分鐘。跟住睇下出面嘅即時路況。先睇港島方面，東區走廊近嘉華國際中心交通正常。告士打道往紅隧方向路路暢通。花園道落斜岸灣仔方向交通正常。黃泥涌合天橋行車暢順。轉下九龍方面，窩打老道天橋交通正常。大家路街公眾天橋交通正常。清水灣道近坪石邨行車暢順。紅隧九龍入口路面繁忙。交通消息先睇到呢一度。